1957年，香港沉悶嘅濕熱籠罩住成個城市，街道喺夜色中變得好似蒸籠咁悶氣。鐘樓啱啱敲過11下，李漢生仲坐喺報館2樓嘅小辦公室入面，窗外傳嚟叮叮電車聲同埋斷斷續續嘅狗吠聲。佢揉咗揉發酸嘅眼睛，將最後一篇稿件遞俾總編。真係唔早啦，仲唔走？資深記者老國頭唔抬，只係抽咗口煙。搭尾班電車啦，唔想俾阿媽鬧。佢匆匆收拾好文件夾同記事簿，行出樓下嘅皇后大道西，撐住紙傘行入夜雨中。雨唔係好大，但令人生氣心煩。電車站就喺唔遠嘅德輔道西，靠近西營盤街市嗰度。平時呢度仲有啲人潮，但今晚異常冷清。遠處黑暗入面慢慢駛嚟一架破舊嘅雙層電車，燈光昏黃似油燈。車頭嘅站牌淨係寫住東行線灣仔方向。漢生企喺車站猶豫咗一陣，車嚟得太靜，靜到連軌道聲都似乎俾夜色吞咗。司機係位年紀老邁嘅男人，面無表情，淨係輕輕點咗頭。車門開咗，佢登上車廂，眼神本能咁掃咗一圈，淨係得一位乘客坐喺車尾靠窗位，係名穿住翠綠旗袍嘅女子。佢低低頭，手入面捧住個黑色細皮箱，成個人好似石像咁一動不動。嗨，漢生輕聲嗨咗一聲，小心翼翼咁揀咗個靠近車門嘅位置坐低。佢習慣咗呢種香港夜晚嘅詭異氣氛，陰雨天、寂靜街道、老舊交通工具，呢啲唔會令佢感到唔安，起碼以前唔會。但今晚唔同，車廂入面有股濃重嘅藥材味，夾住鐵鏽同舊木嘅煤氣。佢低頭一睇，腳邊嘅地板有一小片黑色水漬，好似啱啱有人行過，水從鞋底滴落嚟。今晚啲車點解咁靜？佢輕聲自語。司機冇回頭，只係聲音冷冷咁從前方傳過嚟。呢班車只載夜歸人。